阿姨你好。你遮坐一下。阿辉，你到里来。阿姨，要讲到我，阿母也要有来过啊。阿母有来，阿母为着台东迄间厝哦，甲寂寞甲小三路吧，强强要无像人啊啦。我在做伙有听无？你乖乖听阿姨的话，吼，该册啦。阿姨吼，我替你吼找一个好亲情哈。莫啦！我还叫一个我爱的人，无爱像阿母共款，叫一个无实在的人，是啥艰苦啦？妈妈嘞！阿辉，阿辉，老婆，我们走。阿辉，要走啦！阿辉呀，阿辉，阿辉，你等一下啦！师傅你好，来，我来了。哦，真重嘞，你敢有法度？嘿，师傅你好，回去安尼啦，我来做一块扛棒吼，吊喺门口遐，后闹人要买药啊吼，就家己来买啊，你就免遐忝啊，你对唔对？我拄啊开始做生意，我若无出去宣传，老板哪知影要来遮买啦？哎呦，安尼讲嘛有影咧，你若出去卖药啊，囡仔是要安怎啊？紧啊，我着甲带伫身躯边先煞照顾啊，拢办好啊。你会用去困啊？无你嘛用遮休困咧。哦。不起来，这没什么呀，这个。阿伯，你做安尼一直摇啦？无啊，都安尼啦。时日大限哦，足好个啦。不是嘛，照甲溜皮。安尼哦，阮大姐的中药店哦，有一味组团的秘方啦。迄药啊哦，对生腺啊、皮肤病哦，都足有效的呢。哦。来，你闻看卖咧，纯中药做的呢。哦，味阁足重的呢。嘿啊。这组团的哦。是啊，这哦，足出名的第一台湾咖喱啊，足侪人用这用法好的呢。安尼哦。你试看卖好啊？这一罐偌济？这一罐20啦。
物件嘛，吼。嗯。有人伫无？有人伫无？啊，阮先弄先门啊，吵死人！阮孙咧困，拢互你惊着啊！歹势，我毋知影你孙伫咧困啊。我遮有果药啊，还有五香，还有素不啦，毋知你有需要要买无？买你个死人骨头，以后莫袂弄门啊！囝，来，咱来看。查某人，你来，你有需要啥物是无？我紧互你啦。我无要甲你买物件，阮孙互你拍惊着，我爱你配一锅蛀卵互伊食，甲伊收惊。孙儿，你阿母咧？阿母，阿母，有人要找你啦！孙来啦，孙来了。阿伯啊，哦，秋兰啊，你遐个黑白白药害死人呢？啊，啥物咧祖传的秘方啦？我都抹2、3工啦，你看，规个骹手啊，都照安尼有回啦，愈活愈食力啦。哪会安尼啦？这是祖传秘方无毋对啊！我阿姊是袂甲我骗的啦。啥物人知影这是毋是咧靠单的？来，安尼啦，阮是这药膏我毋敢搁抹啦，我这提醒你啦，你钱害我啦，你钱害我啊！你小等下。我靠的药黑白白有影啊，即卖人十几。好来，迄钱互阿母先用啦吼。阿母，阿伯，这钱害你啦。哦，20块哦。啊，搁有这包五香送你啦，当做是甲你补偿啦。哎呀，歹势咧，好啊，我来走。阿伯啊，小等。嗯。这药膏哦，你提醒我，我也无法度卖啊，规矩我送你啦，你搁继续用看卖咧，吼。好，安尼啊。反正有效哦。好啦，我帮试看卖啦。歹势啦吼。对啦。歹势。阿母，我无交辅导费，明仔载我无去学校。心爱的，再回来，情花，不情花，可比不情。阿母，我嘛要去。阿紧啊，你乖啦。啊，今日是礼拜，你阿兄佮阿姐哦，拢伫咧厝里陪你，你着莫甲阿母出去啊，好无？吼。阿母，我别看。阿母，阿紧啊，你无互阿母放心出去卖药啊！你安尼无乖，阿姊无爱听你哦。阿母，你用心去卖药啊！阿弟啊，我会顾好的。你乖吼，阿母来行吼。阿母，阿囝，莫哭啦，家前来看人拍屁啦，莫甲恁阿母去，互恁阿母哦会当去较远的所在卖，加趁一寡钱啊，对无？啊，咱欠人的钱哦，唔知我都通赶紧还完，咱唔知一人开店啊，对唔对？去，阿囝啊，你已经大汉啦，唔是囡仔，爱办代志，好。莫哭啊！哎呦，知有影啊？我无法度啦。哦，敢若换钱咧，甲你念条条酒也袂开啊！
愈大汉哦，啊愈晒奶啦。少年，我来做人开啦吼。好。好。好啊，莫搁哭啦，阿母带你来甲阿母斗卖药啊啦，来。阿母今日的心理较好啊，啊，着袂较晏。你到倒会枵袂？袂啦，而且小休困者，啊，食一个柑仔煮喙焦，转去阿母才煮饭互你食，好无？嗯。小姐，小姐，稍等，稍等一下啦。小姐，我这有足侪药仔的呢，看是你要炖鸡、炖肉的补药啊，还是要五香、八角，啊，搁这高角，我拢有呢。啊，搁，这仙药啊，足有效的呢。唔知影你是毋是有啥物需要吼？有数不啦无？数不啦？有啦。多少钱啊15块啦，啊，你爱几包？我给你带一包。多谢吼，来。你啥这些药啊四个的，无几万呢？无法度啊，钱较歹趁啊。这钱咋地啊？多谢。弟弟，啊，你叫啥物名啊？伊叫陈上景，是阮囝啦。陈小景，你几岁啊？甲老师讲，你是老师哦？我叫林小女啊，啊，伫咱遮国学教册啦。林老师你好。你好。啊，你几岁啊9岁啊。 ？9岁啊？啊，敢有去读册？啊袂咧，阿景啊，迄落脚较无方便啦。我看安尼啦，即摆才开学无偌久，你带伊来去学校，我甲校长拜托，互伊读啦。校长毋知是毋是会嫌阮？袂啦，阮校长哦做人真好，真有爱心啦，应该是会答应，互伊去读啦。啊，毋过你若是无量早互伊去读，佮拖几年啊，才想要互伊去读，迄是加艰苦着伊的呢。阿母，我无爱去读册。读册是袂用互你讲无爱的啦。明仔载哦，我着带你去学校找校长。阿母哦，伫甲你差不多平侪岁的时阵哦，就想要去学校读书的啦。啊，毋过你阿嬷着毋肯啊，伊讲查某囡仔人哦，读册无路用啦。迄个时阵，我也毋敢甲伊应啦。你敢知影？阿母无法度去读册，心内有偌艰苦。查甫囡仔哦，假使若是无读册，将来伫个社会是会互人看无目地呢。本来啦，我嘛是想讲，等你的身体较好啊，才互你去读册。啊，毋过老师今仔日有讲啊，我着去想着恁大姨啦。伊16岁的时阵已经当大人啊，才去学校读册，甲遐个细汉囡仔斗阵读册呢，拢去互人笑。敢讲哦，你想要甲你阿姨同款，等你大汉啊，知影通好娶某啊，才要去读册哦。心爱的心花，啊母亲花，可比母亲。好哦，小等校长来哦，你安尼乖乖有规矩，校长毋才会甲你听吼。坐好，更好哦吼，乖。我坐好。校长，校长来，甘太太，啊，校长，校长你好。大家好。校长啊，今日来哦，是要拜托校长的。莫讲，坐啦。多谢。你放心啦。美丽大方的林老师哦，有甲我讲过啊，无问题啦，无问题，吼。多谢校长。哦，这小朋友真乖嘛。哦，还可以当坐到遮尔啊细只哦，
安尼会当甲一般的这个小朋友做伙读书啊。真好真好。林老师，等下哦，带因去教务处注册一下。恁问仔仔就会用来读啊啦。吼。多谢校长，多谢校长。阮办这个教育的人吼，是拢足有爱心的，阮有教无类啊。像这款残有的小朋友吼，我会特别来关心啦。我会交代林老师吼，也特别来听惜，放心啦。对吧？办这个教育吼，这算做百年大计。大家伫咧讲讲10年树人啦，不，百年树人啦。其实喏，这整个吼，校长，无我先带来去教务处注册啦。好呢，好，我你先转过，吼。多谢校长，多谢老师啊。阿囝，来去注册啊，吼。先好啦，阿婆。哎呦，你这是什么字啊？那错干呢？啥？错你个错赛，拜托咧！你囡仔错转等伊啦！哎呦，啊不要放屎着啊！这无学的，咱来当啦，当啦。是啦，阿囝啊，应该是伤过紧张才会安尼啦，伊伫咧厝袂安尼呢。免讲遐济啦，先错等伊啦，身体够好再来啦。哎，错啦。校长啊，真的是太紧张才会这样子啊！他已经9岁了，依照规定要来读啦。好了，既然你这样讲哦，人是你带来的啦，跟着你那一班，你教他，你负责任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叫公园来亲一亲啦，臭死了！哎呦，拜托人了，再冲过来。多谢老师，多谢。阿健，多谢了。校长，是的。来，去叫了。谢谢校长。哦，但是。林老师，麻烦你安尼哦，走来走去，甲阮办注册。若毋是拄着你哦，阮阿囝也毋知什时阵才会当去学校读册。你莫安尼讲啦，送钱箍搁重重的，等日紧换换，若无去吹着风刮着，感冒着毋好啊。我知影啦，囝啊，你要甲老师说多声，紧。尚景，老师等你明天来上课哦。我不会去读册，我不会读册了，我不会了。阿囝啊，你袂安尼啦，有啥代志要好好讲，袂许用张的啦。我不会去上课，我不会去读册，我不会去读册，我不会去上课，我不会去上课，我不会去上课，我不会。